哨是国的眼，兵是哨的谋。60多年来，一代代港巴官兵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，坚守在生命禁区，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。王旭是港巴营的一位连长，来到营里4年，王旭的脸已经是战友们口中的港巴黑了。他说，他心中的港巴营是兄弟们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巡逻路。我叫王旭，今年32岁，来到高原戍边模范营第4年了，现在正在和战友们去5592换哨的路上。2019年就是我带着第一批战士来到这里。以前这里没有简易公路，刚上来的时候都是需要爬上来的。但是尽管这几百米的距离，我们在下雪的时候，雪特别厚，爬起来特别危险，雪下面又是乱石，爬到观察哨基本上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即使现在哨点通了车，但王旭和战友们仍会进行徒步攀登和巡逻。1年下来，每一位战友平均都要参加巡逻、观察任务80多次，行走500多公里的戍边路。这一块就是5592观察哨的戍边石，每一次看到这一块戍边石的时候，我们心境都是不一样的。每次爬上5592哨点之前，那种一览众山小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。他说，这里是他和战友们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的地方，一寸都不能让。时代在发展，条件在改变，但我们身上穿的这身衣服，它代表的精神和意义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训练的越苦，戍边路走得越多，我们作为军人的使命就踩得更实。